我哋老人家晚年夾埋一齊過日子，最怕嘅到底係咩？有人怕仔女喺背後指指點點，亦有人怕半路夫妻心眼多，得唔到真心嘅陪伴。今日聽完我嘅經歷，你哋就全部明白晒。我今年67歲，後生時喺我哋呢度嘅紅棉紡織站做嘢，做咗36年先至退休。老伴走得早，留低一個女，咁多年我靠住微薄嘅人工將細路湊大。喺外人眼裏，我係個勤快顧家嘅好阿媽，晚年都有一份退休金，日子算安穩。可每到夜深人靜，面對冰冷嘅四面牆，嗰股寂寞感真係似潮水淡湧上嚟。老姊妹勸我個伴，我總掛住個女，怕遇人不淑，委屈咗細路。呢一孤單就係足足19年，好不容易盼到個女出嫁，佢哋兩個後生忙事業，半個月先返嚟一趟。我一個人住喺60尺嘅舊樓，煮飯多煮，一碗都食唔晒，食剩飯將就2餐係常事。其實唔係唔捨得買新鮮菜，係一個人食飯真係提唔起勁。半年前我喺公園散步，碰見一位喺社區衛生中心退休嘅傑叔，佢拎住袋蘋果，個袋底穿咗，蘋果碌到成地都係。我順手幫手執起，就淡樣答上話：傑叔69歲，係個忠厚人，老伴都走咗多年，我哋相處咗半年，覺得幾投緣，都有退休金，諗住湊埋一齊過日子，好歹有個照應。後來傑叔喺茶樓訂咗台，將雙方仔女約出嚟，我哋兩個坐喺度，心跳得好犀利，開咗口話想一齊過日子。冇諗到細路們唔單止冇反對，反而全部贊成，都話盼住我哋老咗有個伴，能舒心享福。就淡樣，我搬咗去傑叔屋企。搬過去後，我變住法煲湯，佢陪我散步，拖手行街。隔籬鄰居都笑我哋，問我哋呢把年紀仲去邊度約會。我以為呢就係安穩嘅晚年啦。可上個月我舊病復發，患上咗慢性胃炎，加上嚴重嘅腸胃功能紊亂，成個人虛脫得攤喺病床，連呼吸都費勁。最難熬嘅係入夜後喉嚨總像卡住一口龍痰，吐唔出，吞唔落，塞喺氣管度，咳到我面紅耳赤，眼淚直流，甚至成日喘唔上氣，嗰種窒息感真係生不如死。每當呢個時候，傑叔都會伸手將我扶起嚟，靠喺佢心口，一下一下幫我拍背順氣。佢輕聲話：以前我都有過呢個情況，喉嚨成日有痰，咳唔出嚟，難受得很。後來請教咗一位識調理嘅老友，攞咗個古方調理咗一排，喉嚨清爽咗，痰都唔見咗，成個人精神唔少。過2日我去老友度再討啲，等你都試試。望住傑叔嗰對餓到滿係紅筋嘅眼，我心頭一酸，諗起我哋連證都冇攞，只係臨時夾埋，我不由得哽咽道：傑叔，我哋畢竟冇攞證，只係搭伙過日子，你冇必要為我咁操心。如果你覺得攰，我絕唔拖累你。傑叔一聽，眼圈即刻紅晒，緊緊揸住我隻手話：有冇嗰張紙唔重要，呢半年嘅情分假唔到。你身體好嘅時候照顧我嘅3餐，而家你病咗，我守住你係天經地義嘅。嗰一刻我先至真切咁明白，晚年能遇到一個知寒知暖、不離不棄嘅人，比咩家產、比咩面子都貴重1萬倍。講到呢度，今日我仲想同大家講一個秘密，用洗米水嚟治喉嚨入面嘅痰，一試一個準。好多人點都諗唔到，洗米水竟然就係喉嚨有痰嘅黑星。屋企有洗米水嘅，可千祈咪倒掉。我嚟教你一招，保證你喉嚨入面嘅老痰、黏痰、痰多嘅問題通通消失，呢世都唔使再煩惱。其實喉嚨成日有痰，係身體向你發出嘅求救信號，好多時都係你自己平時生活唔注意養出嚟嘅。99%嘅人都唔知，想要喉嚨舒服，只要一個小方法。今日我就教你呢一招，將你痰多嘅問題全部趕走，呢世都唔使再俾呢啲問題纏住。唔理你今年係40、50定係60、70，唔理你呢種情況有幾耐，都唔理你係輕度定係重度，我都勸你千祈唔好飲得太頻密。我怕你喉嚨會好似裝咗冷氣咁涼爽，喉嚨成日唔順暢嘅，你就記住我呢個方法，
就能將你喉嚨入面嘅垃圾通通排出來。就好似我哋小區嘅鄭伯，佢成日覺得喉嚨好多痰，飲幾多水都冇用，成日係老痰、黃痰、黏痰，吐唔完，甚至有時候覺得心口翳住，呼吸唔順暢，俾呢個問題搞到飯又食唔落，覺又瞓唔好。呢種情況持續咗好多年，後尾佢抱住試客嘅心態，用咗我嘅方法，你再睇，佢而家每日都精神爽利，喺公園唱歌，食得好，瞓得香，成個人似出籠雀咁開心，再冇俾痰嘅問題煩惱啦。如果10幾20年嚟，你已經試過各種方法都唔理想，今日呢個方法如果你錯過咗嘅話，只能夠話真係非常可惜。而家我最後一次免費將呢個方法分享出嚟，希望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嘅朋友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你去準備好金銀花、麥冬、甘草、枇杷葉、雪梨乾、薄荷、橘皮同決明子一齊加水煮20分鐘，將呢啲好材料搭配埋一齊用，可以從源頭解決問題，唔單止能清淡，仲能滋潤喉嚨，關鍵係口感都特別好。每日整一杯，由內而外都清爽，成個喉嚨一潤到底。呢個方法能解決家家戶戶嘅大麻煩。堅持飲一段時間，你自然會返嚟多謝我嘅。大家可以準備材料自己做，嫌麻煩或者怕配錯比例嘅，可以點開我個頭像，裏面就有搭配好嘅呢款金銀花麥冬甘草茶，每包都係科學配比嘅免煮茶包，配料表非常乾淨，每次攞一小包出嚟，滾水一沖就可以飲，甘甜清潤。趁住而家有活動，快啲帶返去用起嚟，由今日開始就用佢好好，愛自己愛家人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